新台市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4935例本土病例，有15个人死亡，33个中重症，是半年来上少的一届。指挥中心表示讲，即摆连日就会来讨论讲，户外敢要放冷挂吹暗的规定，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 本土病例24935例，境外移入有39例，死亡个案15例。我们今天公布的15例死亡当中，其中第一位是40多岁女性，本身是有骨髓疾病等慢性病史，那她是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疫苗，死因主要就是新冠肺炎和念珠菌的菌血症。另一例40多岁的男性个案，是有接种过1剂的疫苗，本身有肝硬化等慢性病史。 死因主要就是新冠肺炎合并败血性休克。民众如果快筛阳性就医的话，是由医师这边来判断。如果研判为确诊，那医师其实依照我们传染病防治法，就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通报，不应该用一些理由要求医师不要通报，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医生因为触法而遭到处罚。那第二就是说，如果没有完成确诊的话，那这后续的这个开立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物或者是清冠1号的话，这一些的程序都会没有办法进行哈。 来看咱国内今年已经有超过783万人为着武汉肺炎病毒，有12000多人重症，拢爱靠呼吸器来救命。也毋过病院的呼吸治疗师到今还未领到防疫奖励金哦。今仔早起，全台湾10多间病院的工会代表开记者会，伊呼吁讲政府应该公开说明发津贴的标准，面对医护人员的辛苦，千万唔通船过水无痕。 呼吸治疗师对于 COVID-19 患者的付出不亚于其他职类，从重病到恢复都需要呼吸治疗师亲自评估。在记者会现场讲出呼吸治疗师 RT 在疫情期间的付出，甲可能为着病的风险。有过落的医疗工会初八召开记者会，讲中央当初是承诺针对参与重症病人照护的 RT 有奖励制度，但是疫情到今也有基层人员无分到。时间拖了很久，我们现在 才要来支领110年5月以后的奖励金，那但是核发下来的结果也跟我们临床实际照顾确诊病人的人数不符合，普遍性的政策性的问题，而非发生在个别医院的零星个案。工会表示，因调查48间病院，发现有5成以上有这款状况，甚至在台北市调病院减发100万，呼吁中央要出面解说，而且设立相关管道，让基层有通反映意见。医院呢，它必须要在我们所规定的医院管理系统里面，我们所看到它四类的病房，也就是专责病房、专责监护病房、监护病房跟隔离病房。 再来第二个是他要上法传系统嘛，再来也就是健保，所以可能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院的申报会不会是医院他自己这边，如果医院有来询问，我们都会提醒他这几项要再回去检查。卫福部表示，目前奖励金已经发到今年7月份，由病院分发 RT， 针对反映意见管道的部分，也有联络管道伫卫福部的网站通使用。记者郭宝君、丁玉水台北报道。 来看高雄大寮今仔透早发生枪杀案，有2台等红灯的轿车，车顶打起步无偌久，就互人开枪，至少开15枪。2个驾驶，一个是互弹到阿妈棍，一个脚着枪。2个受伤的驾驶互相无熟悉哦。警方嘛对监视器的画面逮到3台犯案的车辆，目前是搁在抓人。凶手开枪杀人的原因，目前嘛搁无了解。 白色 BMW 轿车开到快速道路下骹，向减速，弄到电报条，因为驾驶着枪啊。高雄大寮8号半暝无平静，2台白色轿车做伙停红灯了，拄啊起步就互开枪，2台车总共互开至少15枪，造成2名驾驶分别颔棍啊甲脚着枪。3点59分，bang bang bang， 我想4个。他是有听到枪声啊，我没听到，然后他叫我起来看。 清洁人员一透早就到现场清理血迹，边仔电报条互受害车辆弄甲歪去，附近徛个白铁的大门嘛，互拍出一个孔，互居民真惊吓。警方调监视画面了后，确认有3台深色的轿车做伙作案，由第1台车副驾驶开枪，目前正在追查当中。第一步的那个侯姓的被害的 BMW 这个先
在驾驶座这边先遭开枪，那被开了4枪，车身的弹孔有4发。那第二部翁姓的这被害人，车身有11处弹孔的状况，他是脚部受伤，有11发。根据警方了解，受害驾驶互相无熟悉，但2个人拢有前科。到底是因为债务顶纠纷互开枪，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嫌犯的目标阁是2个人当中的第一个，警方得伫厘清当中。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新北市警方伫顶礼拜抓到台湾版甘宝济诈骗案件，有32个民众被诈骗了，人被关起来，造成3个人死亡。无想到讲伫台北市的大同网甲有2件真相像的案件，诈骗集团嘛是以高薪、工作时间真长久、包吃包带来向民众来应征，控制行动自由，把这人的银行口座当作是人头口座来诈骗哦，短短1个月就骗2000多万。找到嫌犯藏的所在，警方分做几路队来抓人，伫台北市大同也传出车头路诈骗。就算警察已经到现场，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也阁伫咧化解。警方调查这个诈骗集团，除了用老步数讲薪水悬要找人，骗人的口座了，甲被害者关伫咧旅馆内面，也阁伫咧网络游戏顶头招网友出来见面，赶快甲人关起来，口座也变做人头好水钱。接获民众报案称，其个人名下银行账户遭网友诈骗，遭银行设定为警示账户。经清查，其银行账户过去1个月不法金流高达新台币近2000万。警方初步调查，这个诈骗集团并无虐待被害者，也有互因食的，一直到口座被警示就甲人放走。目前清查有3位受害者。因为车头路诈骗的虐待事件一直发生，引起社会注意，就惊讲诈骗集团专门经旅馆立足套房来关押被害人。台北市警方动员全面清查女作业。真侪警察到现场当场压制，网甲分局自8月到即马已经抓到12名嫌犯，救出11位受害者，其中唔但是真侪人因为车头路被诈骗，还佫真侪是被骗去借钱贷款。诈骗集团于网络以求职、借贷等名义，诱骗被害人携带账户存折，共计有4案。除了要继续搜查出租场所、检警，抑佫 NCC 等单位。伫开会了也达成共识，亲像若是涉及到私刑拘禁，以党队来办。针对网络顶拿大文讲薪水悬轻松谈这种，就该随时下架，因为即马上重要就是安怎控制这种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来看，阁剩18天特别选举咯。民进党的双北市、桃园市阁有基隆市长候选人，今仔做伙开记者会，要同齐来推出1个月1200块首都通交通月票的证件。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是表示讲，伊早就有提出这款的方案。黄珊珊是批评讲，之前台北市推出1280块的月票，中央无补助，另外这个证件一档就爱增加35亿预算，是中央补助还是地方政府家己出钱？伊要求讲应该爱说明好清楚。每月1200，北北基桃我都行。户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剩18天就是9合1的选举。绿营北北基桃市长候选人举办共同政见记者会，宣布要推动每个月1200块首都通交通月票。除了双北捷运以外，嘛包括国道客运、台铁、机场捷运、公共自行车等等的交通运具。中央的一个政策目标，节能省碳是它的目标。那区域的联合生活圈的更便利性，这也是中央的目标。在符合中央目标之下提出来的治理计划，当然中央在财政上会给我们一定的协助。北北基桃首都通交通月票下用的范围，为原本双北捷运1280块的月票，扩大到基隆市、桃园市等等的县市，按照每一年爱增加35亿的预算。针对绿营推出这个政策，那边嘛有做出回应。多元方案还有扩大这样子的方案哦，其实我很早就提出来。那我想这个部分民进党他们愿意拿当真办，我们也表示这就是一个好的政策。还是就是因为台北市不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你要选举了才跑出来关心这件事情。那台北市在推1280的时候，中央有补助过任何1块钱吗？黄珊珊嘛进一步提出质疑。每个月1200块首都通交通月票，估计每一年增加35亿的预算，是由中央补助还是地方政府来负担？强调到目前为止，
台北市拢是用天管基金来补助，而且已经真侪年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哦，最近有真侪所在出现乌色布条，顶头是写讲乌道地关你甘愿吗？顶头嘛写讲这是南投县级奥运会制作的。县政府嘛已经拢甲这个布条拢清去咯。民进党的县长候选人蔡培慧的定名是呼吁县政府行政应该爱中立。县政府嘛强调讲，因一切拢是依法行政。南投县的集集、竹山、埔里等等的所在，最近出现乌道地关你甘愿无的乌色布条啊，诉求11月26爱换党换人做看卖。布条啊留名是写南投升级奥运会。南投县府认定这个奥运会毋是合法立案的团体，所以由环保局展开拆除的作业。目前已经拆掉250条布条啊。县长林明珍强调，家己是5星级的首长，乌道地关的指控是对县民的侮辱。这个黑道制宪啊，对我们南投县民是一个侮辱啊！尤其你看县长当了8年来，啊，县长又不是黑道啊，同时啊，我们也经过啊这个《远见》杂志的评鉴啊，县长也是5颗星的县长，哪里来的黑道？不过，民进党的县长候选人蔡培慧这边是批评讲，县长林明珍甲国民党候选人柯淑华相争咧应对这件代志。南投市内又有真侪无留名的空房，就无这么积极咧处理，又搁利用环保局来甲因的选举斗3工。这一份我们举例的这一份大型广告看板，任何署名都没有，那环保局有去拆除吗？没有，它的执法的标准，环保局说了算。县府表示，拆布条啊是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以污染环境卫生的名义，针对无留名的布条啊来拆，一切是依法办理。蔡培慧这边是呼吁县府应该保持行政中立，唔通互公务人员为难。记者综合报道。选委会宣布讲，确诊者袂当出门投票，若是违法出门投票，这张票敢有准算咧？台中市的选委会是表示讲，确诊者出门去投票，互检举、互掠到，会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来罚钱，也毋过票是有准算。因为确诊者的名单恐惊会变来变去哦，今年的选务人员可能会真伤脑筋。公所人员当地整理大家做好的选举人名册，为测备开始提供予民众来看。初来还阁有袂少选务的工课爱无用。西屯区是台中市第2大区，高市市长选举会当投票的人数，都有183059个人。毋过要确认这出门投票的人，敢是确诊者？公所讲这是有难度的。名单上是看不出来，因为随时都有人确诊，一直到11月26号以前，那到底会有多少人确诊，我们真的是不太确定。根据台中市选委会统计，这一届市长选举会当投票的人数有2274520个人。台中市选委会讲，投票迄一天未主动查核敢是有确诊，卫生局嘛未提供确诊者的名单，除非是民众家己通报，或者是去互检举，才会去系统内底查这个人敢是有确诊。我们只能靠这个法定的传染病的系统去做最后的一个确定。我们会通报那个卫生局来做处罚。那可是他的选票你也不知道有效。台中市选委会嘛表示，确诊者虽然依法是袂当出门，不过若是违法去投票，就算已经领选票了后，再去互检举，也是会当完成投票。不过投完了后，会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来裁罚。现在民众对确诊者要安怎投票，嘛有无同款的看法。把这东西造出来，那是不是好像是有点歧视确诊者的概念？会担心的人，我们还是要顾虑到他的感受啦。卫生局于选举当日会派员进驻应变中心，协助确诊者资讯及时查询。如经查获违反防疫规定者，将依指挥中心的规定处理。台中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会派人伫现场协助，确认敢是确诊者的身份，体温超过38度的人，嘛会安排去防疫专用的投票区来投票。中选会表示，确诊者若是违反规定出门投票，会由地方卫生主管单位依法来处理。不过，因投的票也是互看作是有效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各地加勒比海友邦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总理德鲁来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是以军礼迎接。总理德鲁强调讲，会为台湾甲国际社会继续发声。另外，立德宛伫台湾贸易代表处伫初7正式挂牌运作，咱台湾会投资超过1000万的欧元，甲立德宛的半导体产业合作。
以两中的军力欢迎咱加勒比海友邦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总理德鲁来台湾访问，这也是德鲁8月就职了第一遍访问台湾。除了进行双边合作交流的讨论，德鲁也强调会继续帮助台湾加入国际社会。As true friends, the government of St. Kitts and Nevis is always ready to use its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fora to advocate for values and principles which we share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我们两国建交39年来，无论顺境逆境，始终相互扶持，持续在各领域深化合作，有非常丰硕的成果。除了政府将在友邦来台湾访问展现支持，立陶宛伫台湾的贸易代表处也伫咧催切正式显牌运作。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姚金雄也特别向立陶宛驻台湾代表卢思荣致意，予以祝贺。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彼此的一个深化的合作，能够在疫后的一个经济的复苏以及促进经济成长找到新的蓝图。同时，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也讲，国发会将会对立陶宛科技公司进行第一笔的投资350万欧元。所落来，台湾将会继续投资超过1000万欧元，差不多是代表3亿2千万，进行台湾甲立陶宛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增进两国的情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股票落了真惨哦，劳动基金的投资嘛是愈了愈多。劳动部统计，今年的前3季是了5124亿6千万，平均一劳工哦了27000块。民众党团早起就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召开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针对劳保可能破产来提出改革方案。学者嘛强调讲，劳保年金的改革应该爱量早开始，也毋过劳动部暂时是阁无回应。全球股灾当地拖，劳动基金投资亏损又搁扩大。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今年前3季亏损5124亿6千万，收益率是负9.87%，累计亏损的金额搁再创下历史新高，平均每一个劳工拢了27000。早起，民众党团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召开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针对劳保破产提出具体改革的方案。没有及时进行劳保年金改革，再多的政府拨补也是石沉大海。我想，政府最后的保证给付，其实到最后会不会变成空头支票，变成一张芭乐票，大家都可想而知。邱成元表示，目前劳工退休金保证收益干那1.3458%，甲物价指数年增率2.75%是差真济，根本就无法度对抗通货膨胀。因若劳保会伫咧2028年来破产，阮总的负债有到11.05兆，显示劳保年金的改革已经是火烧白牌毛啊。学者嘛讲，劳保基金愈降低，百姓心就愈浮，会致使劳保的财务更加恶化。劳保年金改革愈慢起步，后日要处理就更加困难。整个劳保基金的问题是在于整个结构的问题，就是我们目前所缴的保费没办法去支付我们未来要领的钱嘛，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单单靠政府的拨补，而不做这个制度的改革的话，那我想这个纵使延缓，也没办法延缓太久。初七美股4大指数持续收悬，嘛互亚股跌落去。台股早盘有起淡薄啊，以51点开出了后，伫传统产业、电子、甲金融等类股带动的情形之下，盘中上悬有到13389点。现在新台票换美金嘛持续升达，以32.04块起4.2分开出了后，伫美金走弱甲台股有起的情形之下，盘中捌起9.2分，捌起到31.99块，目前伫32块迄卡斗伫起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和真侪所在拢面对粮食危机，反美甲美的计数嘛创历史新高。有专家是认为讲，毋若战争，阁有气候暖化甲疫情影响哦，拢造成通货膨胀是愈来愈严重，而且明年可能会阁愈惨。乌克兰顿内茨克地区的铁路办公室，和炮火声着，乌烟冲到天顶去哩，基础设施继续和俄军轰炸。虽然俄国当局重新启动乌海粮食运输协议，不过贩卖加小卖计数依然伫咧历史新高，而这场粮食的危机也牵动着新利息，进一步造成经济遭受着冲击。美国采取新利息的政策来降低通膨，不过则造成其他国家的币值下跌，或者认为这是有好有歹。
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等于说你进口的原物料或是大宗物资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这原物料、大宗物资都是美元计价。如果说美元维持一个强势的话，其实对这些进口物资的价格也有一个抑制的效果。粮食危机和中低收入国家受到上严重的影响。去年全世界受到粮食无够影响的人口有到7.7万人。里面出现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儿童的发展无好的情形，形成恶性循环。传染病、慢性病还有粮食危机所造成的数百万的这个增额死亡。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刚刚提到这些中东、南美以及非洲的国家，那往往他们在本身的这个先天的体质上，就是健康照护以及资源的这个效率并不这么的良好。粮食价格最近有下降的趋势，不过依然无代表粮食危机已经结束。专家讲，包括俄乌战争、气候变化，抑个疫情要煞尾啊，这寡推动通膨的原因，拢可能造成明年有更加严重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今仔举行期中选举哦，顶礼拜六礼拜，前总统奥巴马、和川普，佮加上现任的总统拜登，拢去关键州宾州吹票。上新的民调是显示讲，选民是真烦恼经济佮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共和党有可能有机会会当平盘。前总统川普伫做选的时，嘛拢表示讲，伊会佮出来选后届总统。美国期中选举进行的超期州外，前总统奥巴马甲总统拜登切落伫宾州斗阵，为参选州长的夏皮洛甲参议员费特曼助选。针对选民上关心的经济甲通膨问题，奥巴马强调只有民主强大，经济才会更较好，也向少年选民发声。Younger people especially are less likely to vote in midterms, and that hurts Democrats because younger people trend in a more progressive direction. 关键州宾州的参议员选情限时停滞，拜登支持的费特曼5月向中风，引起甚是色情的质疑。最近甲川普支持的有名医师候选人奥兹进行电视辩论时，也限制共同可见。目前真济项民调中显示，两人民调是5-5坡，无分关系。川普切落伫宾州推销共和党候选人的时阵，也一直重复家己要再战指控支持总统大会。Look at all of them. They must think I'm going to announce for president, and that's a lot. 美国4年一摆期中选举是检视总统执政以来内政甲外交对策的表现。虽然最近就业率继续看好，联邦红字也减少一半，不过高通膨甲恶化治安依然拖累民主党。华盛顿邮报甲 ABC 新闻网的最新的民调显示，49派合格选民倾向投予共和党，48派人要投予民主党。安尼差距也显示美国社会这2年对立。 2 day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in our lifetimes. It's going to take shape in this country for decades to come. 这摆期中选举要改选全美36个州长，甲参议院100席当中35席处，众议院全部435席。选前分析出有测，大部分选民关心经济衰退甲通膨问题，共和党有机会掌握参议院较济席处，搁重新提回众议院。拜登任期了后2年时间恐惊限制摆开局面。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语。 世界上好野的企业家马斯克哦，伫其中选举之前，伊伫推特抛文，讲伊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伊讲安尼，共和党就会当伫国会来制衡总统拜登的民主党。美国11月初8要办期中选举，世界第一好野人马斯克初次伫咧推特大文讲，互有独立意识的选民，共享权力会当控制民主共和两党出现上严重的滥权行为，所以我建议票投予共和党。 这是因为总统是民主党的，两个党的忠实支持者拢未甲票投予对方，所以是独立选民伫咧决定谁人掌权。这是有1亿1千万追随者，搁甲推特买来了的马斯克，第一遍明确的表态支持美国的一个政党。身为世界第一好野人，马斯克和一寡团体批评，马斯克对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立场，会互推特的错误信息增加。真侪广告商因为对以后推特的内容审计有疑虑，拢甲有算挑战。身为特斯拉执行长的马斯克，过去对拜登政府甲民主党人真侪批评，因为因提出对好野人叫亿万富豪税。 民主党提议，和美国工会组装的电动车亚化的税收减免优惠。特斯拉伫咧美国的工厂并无工会。初8的其中选举，一般认为共和党会当摕到众议院多数席次。
参议院是伫个无党派选举有七的时阵，被认为两党的机会是共款。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的专家康迪克讲，马斯克的答文无啥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因为其实正歹5万有名的人任何形式的背书。因为因所讲的，若是拢会当改变，那呢对选民行为的影响力就伤大咯。伫咧社群媒体高层的人士内面表达政治立场的，毋那是马斯克 ，FB 的母公司 Meta 前营运长桑德伯格，就捌伫咧2016年捐款支持迄当阵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目前是伫埃及举行，也毋过因为埃及的人权记录真歹哦，当地有一位民运人士法塔对七日开始绝食，各界是拢呼吁埃及政府得爱放人，也英国首相苏纳克嘛提出呼吁，也毋过埃及政府为着要压制抗议的声音，警察伫街头严格来管控哦，已经有93人互警方抓起来了。因为受到已经和埃及当局规划200多天的大兄法塔来批解讲，伊自初日开始，毋但是绝食，也袂搁再啉水。即天也是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7 开始进行，上面沙那伫咧吹节到夏姆时刻，希望英国首相苏纳克也个全世界各国领袖斗相共救人。I'm really scared. It's now been over 24 hours where he stopped water. I am hoping to see the President Sisi later today, and I will of course raise this issue. 法塔有埃及甲英国籍，2011年积极参加阿拉伯之春，2014年因为组织非法的示威活动，被判坐监5年。2019年又搁因为埃及政府展开新一波的政治骚动，又搁被抓拘禁。2021年则被提高审判，以散布假新闻判5年。法塔就开始伫咧监狱内面绝食。人权记录无好的埃及，若举办气候峰会，若骚动抗议人士，伫咧路的甲人砸来调查，引起国际社会关心。They stopped me having a placard and walking on the road, and they took my passport and for checking, kept there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the whole night. I was not informed me well what is the charge against me. رصدنا حتى الآن القبض على أكثر من 67 شخص، فكنا نتوقع أن أيضا بالتوازي مع تنظيم مصر واستضافتها لمؤتمر المناخ أن 伫咧气候大会看到气候人士伫咧主办国家七月活动，对气候议题提出意见，已经是正正常的代志。这一届埃及政府同意示威活动，也毋过只个那会让伫咧特定区域抗议，并且抑有真侪限制。活动人士对因的诉求可能被压制，感觉真担心。埃及并无准公众抗议活动。2014年当选总统的塞西以维稳做理由开始镇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认为，埃及政府要伫咧这种国际场合表现出好的形象，就要自改善人权记录开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消息哦，咱来看阳明交通大海团队伫今年7月，伫屏东的旭海成功发射火箭。今仔早起6点47分哦，成功大海团队嘛成功来发射家己制造210个火箭。火箭成功伫空中分开，嘛完成点火。明年会搁来进行第3届的试射。各单位注意，火箭飞行测试。进入最后阶段，规片区域净空。火箭向天顶起飞。7月早起6点47分，成大团队研发的2载式混合火箭伫屏东旭海的第2科研火箭发射场成功发射。采取比较低的发射，应该是脱节、点火都有成功。那第2节飞行的高度多少，我现在不太确定。目标应该都有达成，详细的数字我回去还要再确定一下。这支6点2公尺长的火箭，伫关键两座架甲收载机器上，为设计到制造，拢是由成大甲台湾团队打造，完全 MIT， 主要是以2019年发射的1500公斤级推力混合火箭为基础，经过3年改良，来验证高空点火甲高空脱节等关键技术。第1载火箭推进13秒了后脱节，第2载火箭初步判定也是由点火推进，也毋过将其尾的飞行高度也是要由团队检验。高度应该没有到预期的高度，空中点火是比一般的困难很多，因为它不像在地面可以抓住火箭的姿态，也不容易保持。真的要发展更大的火箭，那一定是多节的。2载火箭伫国际间并毋是安尼看，也毋过台湾想要伫太空领域继续深化，发展多载火箭有伊的必要性。
包括进前的优美高台团队在内，国内也有其他的学研单位，拢咧向相关方向拍拼，也有发射周续的建构，敢会当更较完备，也真受关注。这个场地方面的，我们会做一些改进，让未来能够持续的去支持有关垂直发射跟这个斜角发射太空火箭方面的任务的资源。国家发射场域这个选址跟相关的这个规划的前置作业，目前已经在积极展开当中。这个科研火箭原本8月要发射，不过团队在发射进前发现问题，所以重新申请。结果10月，佫因为二三风台的搅局暂停，今嘛总算伫11月7日发射成功。预计伫明年进行最后的第3摆试射。记者综合报道。国中有3件文物涉破，有人就伫网络查讲，既然台湾无法度好好保存，敢要甲这个文物献互中国。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是表示讲，国中的文物拢是咱人类的遗产，咱得爱拍拼好好保管，公开展览幕，并无献互谁的问题。国中3件文物破损引起关注，出现敢是将文物害互中国的讨论声音。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表示，无虾米危害问题，文物属于全人类。即马伫中华民国台湾的领域，咱国有责任爱好好的保存珍惜。属于人类遗产的东西，现在我国要努力把它保管，并且把它好好展览，没有什么归还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全人类都是爱好和平、重视文物。台湾在这一方面远胜于其他的国家。另外，民进党立委林义景质询时阵表示，国中院长黄河兰州普教道伫2012年为了配合典规空间，和姓林的科长下令裁撤原钟表的回廊。事后，典藏单位用物件向顶面登报，对此国中院长高美策答应半年来以上大限度解密。1959年以来，是这一个相关的密件，大概我们现在算起来大概有4500件，希望在半年里面把全部可以解密的最大限的解密。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蔡市带领立委前往国中来考察，国中当场展示黄河兰州普教道。国中研究员讲，表背照例毋是文物，对此高美策驳斥这款的讲法，直接讲这是外行讲法，将会用严格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正式讲，为着明年会当顺利来编列代替的预算，代替公司化的主法年底之前会公布。嘛因为有甲工会协商，所以公告期会缩短。也毋过代替产业工会甲企业工会并无认同，时代力量嘛呼吁代替应该爱愈重视基层员工的声音。今年中秋连续假期，代替因为彰化单号志故障，4天才修复，第四季的廉价疏运火车丢伫个万分。交通部要表代替改革，10月底公告代替2项主法草案，内容包括优惠退休转调办法，影响员工留任的意愿。公告了后，煞引起代替企业工会甲产业工会不满，因为还未充分沟通，就匆忙来实施。主要的旗舰是在哪里？不同的意见是在哪？亏损补贴的部分跟未来员工的那个权益的问题。新的薪级表却只有370的薪点，那是不是代表说，如果我们转成从业人员的话，我们的薪点会直接从430拉低成370？代替企业工会表示，因为不满草案的内容，初78日下晡甲资方做协商，会议有到4点钟，工会要求白纸黑字甲共识写起来，接下就看资方安怎来回应。现在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嘛批评讲，主法牵连济代替员工的权利甲义务，即个交通部敢若是咧走行政流程，嘛佫较烦恼讲沟通无够的情形之下，优替转调的办法无法度甲人才留调咧。就算公司化有成功，代替人力的短暂嘛会佫较严重。在预公告的部分，竟然只有3天，而且在众多台铁员工也不清楚之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应该要重视劳工的权益。持续都有在跟工会沟通也是在工会开过会，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之下，才会继续往下去走下面的行程嘛。那现在在这个预告期间，他们都还有意见，我们还是会去做处理啦。交通部表示，针对代替主法，2个工会之间嘛有无共款的意见。
所以交通部会持续沟通。目前还伫咧法律的预告期，除了工会，各方拢也有记录，拢会当来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市金总街一栋大楼的灰啊定定啦，社区的管委会是表示讲，溜皮的费用得爱3000万，一户至少得爱负担10万块。管委会该甲住户来沟通哦。县政府是强调讲，若是有人检举大楼无处理，得依法来处罚。公寓的外壁变做乌色一格一格的模样，这是因为外壁的态度严重碰拱落落来。附近的居民是真烦恼，态度随时会落落来牵着人。这栋公寓就伫咧彰化市金总街，外壁为真侪当前就开始落态度，经过口风曝日，状况是愈来愈严重。以前就海菜可能是海菜粉加水泥，或是有的只用水泥去做，它的粘性没有像现在材料这么的好，粘性比较不足了。有开会讲，阮嘛是讲该做嘛是爱做啊。住户200多户，意见都不同。因为车不时会落态度，大楼的周边有先设置防护网啊，不过也是有态度落落来伫路里。管委会表示，这栋大楼为1994年起到今，总共住240多户。因为外壁未堪即温差变化愈来愈大，碰撞的情形是变甲更较严重。想要进行整修，不过这预算免怎出，也未甲住户达成共识。事故的没有听过了，目前的估算应该要3000万，自备资金是差不多800万，希望说一户能够到就是说10万。没有尽到管理修缮的责任，那依照规定的话是处16万到30万元不等，那要限期改善。如果逾期未改善，那我们可以连续开罚。管委会表示，会为住户逐个月纳的管理费拨部分费用做外壁维修的基金。官府表示，已经派人到地去会勘理清状况。若是住户也是民众申报拢无处理，会依法来开罚。若真正态度落落来害人着伤，管委会除了民事赔偿以外，恐惊阁爱判刑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政府每年是编6000多万的宗教预算，嘛引起争议。顶礼拜开会，又搁动员宗教团体到议会关心，副议长郑不满拒绝审查。昨议长宣布讲要抬调2100多万的预算，嘛已经三读通过了。县政府嘛表示尊重。为了要检视花莲县明年编列6000多万的宗教预算是不是合理，县议会催促继续审查相关内容。议长张俊讲，花莲的宗教预算全国上悬，要删祭典祈福等4项预算。这真的是高得非常离谱。那刚刚念的这几项删除，其余完成了。第三度的宗教预算主要有各宗教祭天祈福加绕境的活动331万9千块，各寺庙祈福参拜活动470万，补助各宗教团体加花莲祭天祈福活动638万，总共删2139万9千块。议员的看法有2派。台大妈祖，它的经费是从信徒里面拿出来的香油钱，全国各寺庙就是在这样经营下去的，难道花莲要靠县政府来补助吗？外界现在不太了解，是说以为是五教合一或者是什么，总 total 就是6300多万，但是里面包含的其实是很多个部分，总共7大部分。县府一开始无表达意见，讲尊重议会审查。因为你现在日常的又不适合讲什么，对啊，那我们尊重议会，所有东西就照预算审查这样就好了。好，对对对。验过到崔志涵，县府发新闻稿声明，讲6300万的预算内面，甲宗教有关系只敢若3900万，占总预算265亿的0.15%。预算比3会互部分的宗教活动无法度继续办，向各宗教团体甲公庙的负责人信徒表示道歉。记者综合报道。国家语言法典法规定讲，国内各族群的自然语言拢是国家语言，平等无应该受到歧视。来看台东县的大武乡甲达林乡公所争取到原民会补助，订做有原住民语罗马拼音的条扛棒来做伙来看卖。台东县大武乡公所办公厅大门口顶面下面2个公所的扛棒，拢有2种罗马拼音的双语标识。要毋过下面较新的扛棒，罗马拼音读起来怪怪。因为它那个是罗马拼音，所以是刀信嘛。大武乡公所喜欢正确的读法。大武乡公所
台北乡公所表示，民众会当用家己的罗马拼音读看卖啊，就会读出台北乡公所。陈小文科长讲，这是福建原住民基建的一项计划。台北乡公所佫是排原族人口密集的地区，所以采用排原语的罗马拼音方式，表示伫乡内各个公部门听写，提醒原住民爱晓讲家己的语言。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原住民乡亲哈，能够就我们的母语部分哈，都能够朗朗上口，甚至都会听说读写。台北乡未来伫各村办公室也会增加原住民语拼音的看板。其实伫上南边的达仁乡公所，各办公厅舍的外口双语看板，拢加排原语的罗马拼音。因为台东县除了绿岛乡，其他15乡镇市拢属于原住民地区。外地民众若讲到台东看到类似原住民语拼音的公共看板，唔通叫是拼唔对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江景义今仔公布开发2项新的目药水哦，一款是当来治疗黄斑部，另外一款是当治疗青光眼。2种目药水嘛拢已经进入人体实验的阶段咯。目睭有湿色黄斑部病变的患者，未来若要治疗，可能唔免搁再注射。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发新的目药水，患者只要遵照医师的指示点目药水，就会当改善病变的所在，远离青霉的危机。那工研院开发的这个眼底传输技术，可以把药物直接传送到眼底，所以就可以取代目前眼睛打针的治疗方式。那我们在实验中也证实了这样子的治疗效果是跟直接打针的治疗效果是相当的这样子。除了治疗湿色黄斑部病变以外，工研院嘛推出新的青光眼目药水，会当解决目睭压力欠悬的问题。一滴目药水滴落去，同时伫目睭面甲目睭底解除压力，加速治疗的过程。一个药物上面可以去同时作用在2个治疗的靶点，2个靶点加成的话，它的降眼下治疗的效果会是更好的。这2项目药水拢已经进入人体实验的阶段，预计上紧明年就通完成试验，进入生产的阶段。另外，工研院这站嘛参经济部技术处合作，建立目睭药创新基地平台，和医疗甲科技产业互相交流。记者麦上营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台铁的永康站推出双11永保安康的车票，日期是111年11月11日，7月1日联合。今仔透早5点半开始卖了，都200人排队哦。台铁是按时要印5万份，要分4天来卖票。天正拄啊光，不过台南永康车头外口早就已经聚集满满的排队人潮，为了就是要来抢买台铁永康站推出的永保安康硬卡车票。无共的是，这次车票顶悬印的是101年11月11号7月1日硬卡车票，是真歹看到，也有民众前一天特别对宜兰南下排队来买。我有小孩子在美国，还有在台湾，有的当医生，有的做护士，那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就是自己全部都是1的纪念。千年等一回。有可能我们这辈子可能也没办法遇到了啦。所以说也大家跟着大家一起排。一直到了透早，排队的人潮相共是真济。而这次台铁预计要来印5万张，逐天卖12500张，将会从8号开始，一连4天伫永康车头来卖。站务人员嘛是真无闲。那我们就是限量1.25万张，然后会再多加，就是预备就是明天的量。我都这个回家睡觉都是酸到手臂啊，都退出了这样。今天的状况还人潮蛮多的啦，还100-200多个。有都很早就来排队了。我们就是有那个警员警察来维持秩序。台铁永康站到保安站的车票，因为是有印永保安康的字，是备受欢迎。每次次拄到特殊的日期，硬卡纪念车票总是吸引真侪民众排队来买。这次7月1联合，嘛去用形容是真歹拄到的机会。不过永康车头嘛烦恼来买的人潮，妨碍一般坐车的民众。车站大门一开，嘛进行人流的管制，规范每一梯只会使5个人来买。记者吴正云南报道。来看屏东的大平湾哦，为着要推广观光，最近开课要训练带游客骑铁马导览人员，有真侪在地观光业者小镇来报名哦，希望讲会使带民众拿骑铁马拿佚佗。
为着要让游客愈了解在地生态美食和故事，屏东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开课训练骑铁马带路的导览人员。目前已经有72位学员摕到毕业证书，以后得当带民众拿骑铁马拿游览路。这些领骑达人，他能够带领游客来吃喝玩乐，里面有些那个文化的部分。艺术的部分，我们都把它涵盖在我们的路线里面。那包括还有生态的一个部分，那这些我们都是透过领骑达人来帮我们引导，也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个解说。导览人员的角色，就是爱发挥内行人带路的功能，带民众去体会在地的好甲水，也请真济在地业者来报名培训课，唔望会当甲游客了解家己的家乡。大概有训练的有72位哈，他们都有拿到那个领骑达人的证书。他有分布在那个民宿业者，甚至有一些学生族群，他有兴趣的也都有来参加。那这些都是我们后续整个这边一个环湾自行车道一个领骑的一个生力军呐哈。大平湾管理处期待当甲湿地水在地的好食物和热情的旅宿业者，拢绍介予游客。所以导览人员唔那是讲故事尔，因也担起进行产业的使命，要同齐甲大平湾这个观光品牌做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疫情等候，世界各地拢出现旅游的人潮。西班牙的巴塞隆纳今年热人游客人数已经是疫情发生之前的8到10咯。今年热天温度正悬，巴塞罗那美丽海沙坡，后来度假耍水的游客开甲满。7、8月想要找一位拢正歹找，餐厅、咖啡厅也拢坐满。观光客无挂虽然无保持社交距离，完全开放享受日头海沙坡，对观光服务业者来讲是好消息。There's definitely more people willing to travel after COVID because everyone's been locked up for 3 years, so. You know, everyone's just keen to go see the world again. 不过对待遮的民众来讲，是个失去生活空间甲城市的灵魂。自从1992年办奥运拍响名声了，巴塞隆纳就成做欧洲热门的观光地点。观光业占当地 GDP 15%，是在前的金鸡母。这个16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2019年接待850万人次的观光客，已经超出负担真多，根本无法度消化。今年疫情了，敢若是热天，游客就到疫情进前的8、9成。一个大型的游轮也倒来啊！那船晚花，一边就吸袂到有几多千人落来耍半工。2019年，巴塞隆纳港和欧洲运输甲环境联合会评做欧洲游轮污染上严重的港口。游轮的游客可能会亲像以前一个月40万人，一年310万人。La polución de los cruceros, todo eso es una realidad. El daño que hace el exceso, eso es una realidad. Hay mucho exceso en unas partes, ¿no? 著名的兰布拉大道，有名的建筑师高地设计圣家堂、奎尔公园、米拉之家，游客永远拢无停。过度的旅游，快速消耗资源，迄啲拢集中伫咧少数的资本家，短期做的民宿，或者基层的民众拢带袂起，敢若是要互人赶走共款。传统的老店歹经营，即个若纯配合观光客店，所以一直有反对旅游业无限度成长的声音。左派社运出身的巴塞隆纳市长科劳上任了就用限制发观光旅馆的执照等方法，努力伫咧改变已经过度负担的旅游。即卖也提议，甲每港邮轮到访的人数减少一半，要找一个国家永续平衡的经营方法。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